真侪韩国明星拢改挂这个立体喙罨，也是俗称这个鱼形的喙罨，佮一路呢请到台湾来。其实这款的喙罨发明者是咱台湾北医大副教授肖武成，因为呢感觉到讲这个 PM 空气污染真严重 ，PM5真严重 ，PM2 安尼拢真严重，要安怎用2年时间，甲团队发明这款立体喙罨，佮得到专利。因为外形真特殊，当时伫台湾其实呢无啥人要买，转卖到日本、韩国了，引起真热烈的回应。想不到即马伊个请转来台湾。色彩这款的鱼形喙罨挂起来舒适个通风，嘛袂去高调面的化妆品。真侪韩国明星拢有挂，都含 Twice 主流嘛爱用。啊，那发明这款喙罨的是一个台湾北医大副教授肖武成。我有戴过。发明者是在台湾吗？我不知道就想说是不是日韩那边？我不晓得刚好看到有人戴啊。我觉得还不错看，实在真意外，因为真侪民众佮特别为国外找追这款立体喙罨。不过肖武成早就伫咧5年前就发觉到 PM2.5空气污染真严重。一般喙罨是无法度阻挡这种垃圾，就含团队用2年时间设计，伫咧喙罨边啊增加一个防护站，得当隔空气内底垃圾。不过因为外形收过特别，当时伫咧台湾无人伫咧注意，嘛伫咧2017年小刷摕到4国的专利，不过刷伫咧2020年放弃专利。仿冒越来越多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差不多到尾声了，然后同时加上那时候疫情的爆发，那我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可以被大量生产，人的性命是比较重要的。尾啊，肖武成就先甲立体喙罨转卖到日本和韩国，料想卖到会引起这么侪人讨论，销量嘛超过100万个，市场嘛开始出现真侪假报话。不过伊讲希望家己发明会当保护更加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